今日，本王选妃，特意召你们来，替本王出个主意。皇上，选妃事大，臣等岂敢僭越？就因为是大事，才特意找你们来，替本王定夺啊。宣秀女进殿。参见王上。都是些不错的美人啊。下回，本王唱大戏，不愁没人对戏了。你站到前面来。叫什么名字啊？臣女唐芷蓉，见过王上。她是定远将军唐伯年的女儿唐芷蓉，年17。定远将军呢？皇上，定远将军唐伯年常年戍守边关，乃太渊一大功臣。这样啊，那国公觉得哪位好，本王便选哪位。选妃这等大事，皇上还是自己拿主意啊。那选了。谢王上。下一个是谁啊？臣女陈香谢见过王上。回去吧。是。臣女宇文。哎，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啊？皇上，这位秀女是北境宇文。哎，行，家风，把玉牌送去给国公。国公觉得哪位好，本王便选哪个就是。是。皇上，莫要跟臣开这样的玩笑。国公请。皇上，这是折煞臣了。国公，你客气什么？这选秀虽然是后宫之事，但是也关乎前朝。国公一心为国，替本王选最合适的妃子，自然也是当仁不让。臣不敢。你。既然如此，本王前面选的全部作废。今日，本王便开一个先河，传如意。
邱先生，各位姑娘，稍安勿躁。王上说了，一会儿玉如意转到谁，谁就入选后宫。你们等着听宣便是了啊！哎，哪有这样的道理啊？咱们太原历朝历代还从未发生过这样荒唐的事。那历朝历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现如今咱们王上说了，那咱们底下的就该这么办了。走。岂有此理！我们西平郡王府出了3代王后，我还从未听闻是转玉如意给转出来的。你笑什么？我看啊，是有人秃子带花，干急没法。你骂我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以后大家还要在宫里做姐妹呢，别伤了和气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个庶出的，别以为方才王上点了你，你就配和我称姐妹。是啊，你说，这嫡出的都没被点，怎么配和我们做姐妹？你这个野丫头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瞧你这被驴踢过的脸，我要是你呀，绝不敢出来吓人。姐姐，干嘛？你嘴，我嘴怎么了？你今天当真是个好日子。高家小姐刚许的愿，这就实现了。姐姐这脸可真漂亮。选妃乃是大事，如此儿戏，不好吧？我让国公选，国公不选，我只能让老天选了。选到谁是谁吧。宣唐芷蓉、简雪、宇文子、傅嘉仪、纳兰晶、陈香谢、张婉婷、刘玉琪进殿。没有我，怎么会没有我？没有我。高姑娘可惜了，就算芷蓉想高攀玉姑娘做姐妹，怕是也没这个机会了。今日本王看了那么多，论长相，论气度，本王觉得你最好。多谢皇上夸奖。该赏你什么呢？就封作贵夫人吧。谢皇上。起来。
王上，咱们太渊的规矩向来是从秀女中，同时册封贵德、淑贤4位夫人，再从中确立王后人选，尚无单独赐予封号的先例。你报上名来。臣女简雪，父亲是汉文院翰林简深。臣女宇文子，父亲是北晋南州县丞宇文坚。宇文姑娘是国公的义女。哦。那好，我看你们2个也挺顺眼的，不如就这样，你呢，封作德夫人；你呢，就淑夫人吧。其他的，通通封作才女。谢皇上。谢王上。恭喜王上，贵德、淑贤4位夫人选定了3位，还差1位贤夫人，今天就到此好不好？其他的改日再议吧。啊！王上，想不到选个妃这么累。江枫，复回宫。是。选妃之事兹事体大。好了好了，有什么事等我睡起来再说吧。啊！